今次要同大家參觀嘅係啟德海灣二期嘅一 C 座28樓 E 室連裝修示範單位，上面積499尺，屬於2房半間隔。門口右邊係有 L 型工作台面嘅開廚部分，配備咗雙口電磁爐、蒸煮焗爐、洗衣機同雙門雪櫃。對面就擺放咗一張4人餐台。客廳接近3米乘2米6，擺放咗梳化同埋電視櫃，都仲有好寬敞嘅空間。外接3合1露台連工作平台，可以望到啟德內海景觀。儲物室有窗，發展商將呢間房打造成書房。浴室係黑廁，只有大型鏡櫃。睡房嘅廳房同向，只有落地玻璃增加採光。主人房有條件做3邊落床，隔離亦都放得落一個大衣櫃。唔知你對呢個單位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